5、4、3、2、1，感官小練習，幫我哋回到當下，專注現在。我哋一齊坐到小朋友身邊，做3個深呼吸。鼻吸，口呼，再嚟，鼻吸，口呼，最後一次，鼻吸，口呼。我哋望下身邊嘅環境，數下自己見到嘅5樣嘢，可以係台、窗、書或者玩具。喺呢個空間，你見到啲乜嘢啊？跟住我哋伸隻手出嚟啊，摸下身邊4樣嘅嘢，睇下佢哋嘅質感係點樣嘅。可能係我哋着喺身上邊好柔軟嘅衫，好涼浸浸嘅地板，好溫暖嘅手掌。摸下，感覺下嗰啲質感係點嘅。然後我哋試下打開我哋嘅耳仔，細心聆聽下呢個空間3種聲音。我哋聽到啲乜嘢？可以係滴答滴答嘅鐘聲，或者喺我哋耳邊輕輕吹過沙沙嘅風聲，又可以係我哋自己平穩嘅呼吸聲。你又聽到啲咩聲音呢？我哋一齊吸一啖氣，試下聞下喺呢個空間有邊2種嘅味道？係咪一啲洗衣粉嘅味道？又或者一啲清潔家居嘅漂白水味道？可能係煮飯一啲飯餸嘅味道。大力吸一啖氣，講下而家自己聞到啲咩嘅味道。陣間我哋一齊品嘗1種嘅食物，可以係任何1種自己鍾意嘅食物，水果、餅乾、果仁或者其他嘅食物。細心品嘗嗰種食物嘅味道。練習完成啦，我哋一齊俾對方一個微笑，一個擊掌，話俾對方知道，我喺度陪住你。